夜晚对对的，咱的福气啊！我讲好就好伫美国转来，咱看有啥消息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缘分啦吼。大家要请嘛，无一定有当找着比如遮尔好的时间来吼。今日请迄个比如来甲咱主要是开讲吼，互咱知影讲家己是落安怎来，伊足积极有咧做一寡家己的时间啦吼。无大家有咧讲网络安尼知影尔，无讲训练时间啦。今仔这两点是咱就请长老吼来甲咱分享，写大家拢诚新，比我较新的吼。所以你所讲的应该拢是有咱较好的理解啦吼。好，安尼咱就来请长老甲咱开始啊，好啊。平安。真欢喜，我真感谢这个机会哦。我老师是我接触的老师哦，伊开始读着是讲我晚8年啊。哦，你比我晚8年，我来讲你是先。因为我来参加这个大陆班的台语名的是练第8届。哦。练第8届哦，所以我是迄个上个教会哦，大概教会哦，调是是位教会来哦，但是就是讲这个教会人嘛是叫国民党政府较主要一直放弃。所以第二哦，所以讲，台湾出去派家孙哦，是孙老教会，较好物件。哦，你这方面感觉较好个哦，讲我就是放弃啦，你感觉较好笑个哦。我伫迄个上个教会做20年的讲师哦，爱师傅的哦，师傅的迄个礼拜时，爱读圣经哦，迄种，即摆讲别认真哦，因为哦。因为伊拢教迄个大家的圣经，迄是下文话，哦下文翻译个圣经啦，下文话啦，我甲台语嘛做大差的。我是迄个1999年的时候，我移民去美国波士顿，了嘛是拢伫教会。2001年的时候，哈佛大学，咱捌听过嘛？哈佛大学开台语课。因为遐一摆第二代台湾囡仔出爱台语的，爱学，一个教授拢去，教咧就甲后边讲，你来开一下台语，哈佛人也真徛的啊。伊讲好，你2年，你学生嘛会固定的薪资会开，头2年你家己爱出钱，请老师家己爱出钱啦。落咧就总共就是有人接名讲到咱的教育部出这笔钱啦，去请李金华教授。李金华你知，请伊去教，伊教的时伊是教会的人，请金华来教会教阮，我才开始接触着啦。接触着是讲，这地位是你著即款的，你想要讲啥就当写啥，你安尼开始自己生活啦。以前伫波士顿无即个班啦，阮著招一个迄个台语进步社啦，大家来学玩的哦。我就讲，咱来台湾要做一个台语进步党，迄个做台语进步党，上不行来推广，但是咧，即个伫遐时，阮就一阵同乡哦，有时安尼，就逐礼拜拢斗阵读就对啦。你另外就教，像我就去迄个布地是咱台语咧，我嘛有一个学生布地团啦，做遐迄个演马街台湾干写本街台马街，算到足出名的。但是我录录影起来，我足早我就拢一咱录影记录起来，就转来台湾就放，我你演布地就。我就是觉得，遐无成布地，遐无成就对啦。你布地敢是10清的学问，伊迄个台湾的一个人讲，我各种的拢来讲阮是就教去学去看你讲，就讲袂使啦，伊讲无成啦。我即个人袂甲你人试着吼，我就好就安尼，我就开始是讲是搞这个见证，我而且调阮的布地法，调阮的，你知？我就知，我较早起来知影调我，大家拢知影迄个啥物黄顺良是较一般的调阮的较古典，
请伊来演啦。哦，啊，伊演的迄种是叫霹雳电视台知嘛？是吧？霹雳电视台哦，有迄个接触。啊，霹雳电视台就因请伊来录影，啊，录影讲安尼好，我就来强调一年互伊，爱互伊演235个电视台啦。我差不多你要演就最好啦。哦，霹雳电视台有演2了，哦，啊，迄个布袋戏，阮有创2部啦，啊，所以9月部，伊就做迄个2000的，哦，啊，送互国学校啦。啊，咱毋知有收着无？毋知迄个马甲在头来咧，啊有，迄当时就迄个大陆就开始出来哦，大陆社会时这2部，啊要开始要推。啊，阮即摆就是讲，即个母语哦，对我来讲，啊一谈到了，哇，迄个顺利，感觉就感觉足好个哦，啊所以阮个打拼落去。啊，我以前就是讲伫波士顿，啊，迄当时台中我哪有真济人大陆个人去教，哦，去教是用 email， 迄当时敢若有 email 个咯，啊，我逐工写要叫伊写啊叫伊改啊就对，哦，啊改迄个改叫伊改，讲伊我就是干，愈写愈济咯吼，啊，无改啦吼，啊，就安尼我就是开始对即个咱的平时母语就开始谈到迄个词语啦。啊，即个我要讲的就是讲，迄当时已经电脑的时代，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电脑时代你一定要有书记法，你即个语言在吼，操来起来啦吼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。迄当时，迄个加州有一个数字员开发叫核心，你可能核心，了解了，可能你无讲着啦，爱写一下，你若爱写是一定爱用迄核心，伊嘛是客语台语的词语啊。啊，落尾因为即个麦克索夫哦，即我大人咧，拢较公平，拢甲伊拢要来趁人的钱啊，啊，现在改的，讲袂你偌济钱。爱用伊个吼，啊，所以伊个规迄内底 OS， 伊一直伫换着着，吼，啊，规迄个外加 Windows， 你毋知捌电脑 Windows 就 Windows， 啊，你讲个生效的咯，迄当时迄个核心就袂用住，啊，袂用住，当下我就袂当拍，啊，就是咱毋知要安怎。哦，啊，迄当时咱迄个台湾遮个大陆话内底有迄个老价格，你敢无用 PPT 拍着个是？拢无啊，你是甲信网会使用？你啊，你早期的就出啦，迄个信网的网站上会加，我了解伊个网站已经10几年前就叫用。创无的，啊，伊本身嘛，就是讲大地的比起来吼，伊电脑去趁钱啊，伊做代志做甲拢无去趁钱，到尾也是毋知影就怎消失去，哦，啊，伊即个做就是讲伊开发的 TP， 哦，啊，伊就网络直接互人掠落来用，啊，你讲200、300块的，我讲寄来300块太贵，啊，我来，迄阵我接着嘛，我迄个300块互你咯。你700块多啊！啊，我来运啦推就对啦。啊，袂安尼都无在，所以遐我甲伊讲咧足好朋友。啊，即个核心着除了，啊，伊嘛较爱电视嘛，伊无啥汉字啦吼。我要拍汉字免咯，吼，啊，伊电脑足厉害哦。即个 Office、Word、Windows 内底，伊有一个用自定时图，哦，伊会当拍。我拍花米嘛，啊，但是内底有一个叫自定时图，用家己定的输入去拍。自定。哦，啊，伊当时就教我一部好，我买伊一个，啊，伊个输入我就一直建立嘛，愈建立愈济。即个歹处就是讲，你每届
换新的事做的时，一定要重新开始啦。好还是痛苦的啊，吼、我就就是家己去做的时，迄当时迄个伫哈佛你经过，到时就讲，你一个语言嘛是爱有迄个实践嘛，迄嘛才对啦。伊讲台语大实践，我听过这件事。1936年，日本人来台湾，日本人来台湾要教台湾人台语。因为日本来遮要做警察、做国校的老师、做法官啥，爱考台语。哦，毋是国民党来甲你台语袂掉啊，人因家伊将台湾诚做讲，你已经挂好关啦，话你甲你遮做是日本人去反台嘛，哦，爱来，伊有编一个1933年编一个叫《台式大书典》上下册，伊的台语是用日文的腔啊去拼。台湾嘛，人个好拼拼嘛，伊把因无录音嘛，把因就爱甲记写啊啥，讲伊咧啥吼，种物事啊，伊的解释是日文啦，吼，就你甲我讲咧，我讲安尼好，我来试看下，我读大学吼，你到尾啊拢无早去读伊，我读个政治大学个是诗意政课。老师拢失忆症个啦，我凊彩开我袂爱读，我就足认真读日文啦，哦，日文的时我拢伫旁听，迄个日文早，日文早到听册为书，我个人对语言较有趣味，所以讲迄个读日文哇足紧个，尤其因的音图甲台语嘛共款，国家就是国家。人民就人民啦，伊嘛是以汉语来的嘛，共下讲来啊，这咱去注意啊。迄个，我就讲我来试看看卖啊，伊是讲用迄个做一个基本来，伊想要编一个台语的书典，有去到五册嘛，像到五尾字落去，就叫伊就刷起来，我想我咱若帅哦，我袂我认为讲，这好个啊，我就继续学个啊，我答应2年完成哦，落尾结果是年外的时哦，有到50斤哦，暗时困啊，佫袂听到哦，再慢半年2年哦，当时我伫做这个时，迄个老家甲林文彦老师，林文彦老师伊嘛是对咱讲袂错哦。迄个我不讲去台中，我是在讲一寡计，我地方拢行来斗阵，即个台语的我迄个代志做一顿办好了，伊总共有9万几个迄个数条哦，9万几。我甲迄即马从听到我听，谈迄人名有3字的，结果伊遐我无法啦。结果也有迄个60万几条，60万几条迄个幼儿园到遐 Excel， 恁知嘛？迄叫啥物？就是 Excel 迄个，因为你要互人查的时，你定爱一段迄个副业的 keyword 是啥？爱用 Excel。Excel 伊上济迄当时，敢若会当创两个34哦。5万6千几个，我60万几个，头仔会当调，因为伊是 IUL 的数字啊，我照要来改做 ABC 的数字啊，最后是爱甲扣倒去，有一问嘛，你到时办外个收工我我其实我较少一直相信这上帝因所在的。这困难则要做啦，怎好要就望袂当就啊？拄好迄当时，我伫台湾咧住的时啊，人嘛甲我骂，讲全世界的圣经拢有就望，是咱拢台语圣经无咧就望啦。第四种，迄就是说做教授啦，意外面来讲，你讲拗落后，甲咱第2号出头。因为第2号属于一个人，伫台湾时啊，伊做一个教授，
教就是，咱做用这点拢差不多了，我要生来到做用起来，相关劳一定要。哎，讲安尼，我袂甲你人见到，你就讲我教，TV 无啊，你妈无啊无，我等于想反省啦，有影无好，我做甲今仔日，有人感觉好，可能做无，我开始做诶时，第二无需要记忆嘛，我对伊头无伫行啦，伊足好诶上帝诶定。迄种是但是无关，我故意无足济啦。我像你捌迄种是。你有教我吗？伊做80岁生日，伊叫咱到去做哦，无像咱高雄像做遐大就对了。好，对这个书店，我迄当时就开始就要做现金买满手人嘛吼。阮遐有一个长老，陈清坤长老。伊就是1973年，伊当时有一个红地圣经，伫迄个天主教甲基督教合作咧翻译的红地圣经，现在台语，毋是会用的台语。但是伊个出版社是印好啊，还未出来本，就叫国民党公司去收掉啦。这大家你若讲介绍是基督教的，叫做乱来。anyway。第二条，我迄个长老就讲太阳这好诶病，这个叫收掉，开始，伊嘛开始在学过去啊。咁我顶下讲，伊讲国民党建诶字啊，拢上好诶啦。伊讲建字上好诶啦，伊惊嘛，甲你画起来，甲你画起来，要甲你记嘛。伊就开始学啊，学了时，伊就要拍，伊手头就甲他把这个圣经是对诶，爱就拍。拍人伊头尾拍，伊家己晓拍数字条无啦，袂晓关注即个，就是我学了，伊就教我啊，我就去圣经讲，嘿，你个圣经你个慢慢拍，迄个总干事是迄个总干事，伊袂晓记，所以就一直讲一直拖啦，无会做啦，无会做嘛先。伊就是把这个地方伊就证明我遐去做啦。本来较想着一个红地圣经，红地圣经伊就无出版吼，所以因都无版权，就来摕来，伊嘛，我就创了钱。当时迄个网络时代拄开始，清华大学一寡电脑去平台，教会的青年，娱乐青年团，教会的青年，遐出钱。伊就感觉讲以后是网络的时代，所以因已经学了做教识网络啊。但是因咱手机无钱，无钱就写叫伊顺手，经过到位总会，我甲你总网站啊，需要买手机，请你报偌济钱，我袂叫啊，少需要钱，一定伊讲要买伊个手机。叫咱到位迄当时做，无人知影啥会做网络。所以我无甲回你咧，因为伊我想来小活木馆，蔡英文的小活木馆是改名的啦。后尾开始去无一钱去买啊，叫叫教授。伊就是因要做圣经嘛，伊各种圣经的比较，互人会当读。所以网络里面你真的，就是阮做红地圣经的时，当时你可能知影单地方了，伊就电脑遮好，伊讲，国校4年就毕业读，叫我转来做医生啊，像我伊老讲伊创迄个红地圣经图啊，去吹，吹就是迄个 email 来，就讲你迄个师傅是毋是在互因上班啦？我一看咧讲歪啦，我主要摕就是要这啊，所以我甲带了好，伊讲迄个小姐讲伊伫教育广播社上班，我转来我来处理。当时教育广播社，我就开始要甲伊接触。有一间叫本册叫《边缘的基督团》，
可能恁也是晓会讲啦，证明的比较大。1930年代，迄当时世界有个趋势，就是讲甲4个福音书写耶稣的传记4个福音合作一个。所以迄个词，迄本迄个词哦，把迄个写来，是讲目出伫迄个台南的街仔路边是看到一个火球，火球就是点完啦。在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也是讲问讲，你读了到唱啊，世界上上处的一切，写一个人4摆不活4摆，你讲互恁听无？因为四福音书大本都拢写耶稣出世，甲耶稣结世，4摆活4摆，都活耶稣做4摆，都世界上处的。迄本迄当时迄个标明的基督观，把迄个就感觉讲，伫世界就畅销，感觉讲有需要把咱做台语就是因的一个教授叫郭德纲，教授计划，伊要翻到这个标明的基督观。是阮来要标字啊，第一本台语要标字翻译世界的名，标明基督观。我嘛无记得。你若处理来，广播社迄个陈小姐，我去甲我甲证明基督教的你另外嘛，感觉讲这个大人无要紧啦，所以我改做汉罗嘛，汉罗嘛的是广播社出，你若想要睇啦，咱是咱了讲去对吧？我就讲1933年广播社出的，我去找一下，因为你只要有出一个好的欢喜个，对不对？讲西人老恁有一个陈小姐，我想讲家己叫伊出来，看伊出来，我就伊改讲台语，伊听无啦，伊福州人，所以来遮台语听。我就甲讲，因迄当时已经有4万人。我就讲，就咱来创一个台语新闻，好，我你甲恁的这个约一个时间来甲伊讲。我下昼7点，我应该没看到你们，万先生，哪有对啦？是啦。有影去下7点，我住歌巴七路，哥870站附近哦。科巴七路，伊叫做家庭的旅馆。迄当时王东杰的学生时啊，主业嘛，因个先个老，迄个囝住的，拢报我去住遐啦，我啥物去住遐，伊若总统套嘛，无人大心，我有套人大心，因为我总统套嘛，我内底有暗套有，我叫我去住遐，爱来嘛。摕足济迄个外景影，伊知影我有足济物件啦，做以后我就创好嘛吼。我讲，我想不出，我翻译大概都是变6万几个迄个数量，即马无法度合作伙买钱吧。伊就讲好，你个我试讲下，你若我才谈去算。试讲下，就是我等你。销售的，我带来了，我经在我哋德山去做过的，德山人去打卡落嚟啊！去再借来了，email伊啊，讲伊甲我摆好啊，哇，欢喜一个啊！迄个台式大师弟的一梦是安尼开始。因为迄当时我台语嘛无好啦，对拍字迄当时电脑了解拍，我汉字足少的啦。所以足摕唔着啦，恁落去查的时候足摕唔着啦。所以看柯文老师足好诶，伊做一个 Facebook 做一个讨论啦，互阮一日通处理去读了，看了有唔着，拢甲讲我随改。所以讲已经改甲愈改愈好。足可惜就是讲无会去搞摕，伊迄个全台语内底是大师弟。有阵啊，讲啥个啊唔着啥我早改好，我改拢毋是记嘛。我1年外前就改啊。
因为无个米无改，伊无咧改，所以你若要正确的，但是就对表示来信号来。其实伊开始要创电脑遮，伊就找我，我到电脑上，我思路我无伊啊，我嘛甲讲，迄当时这台是大书店，因为咱中央研究语言所，因有一个研究员去请一次，要甲创落去嘛。迄当时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啊嘛，所以就来找我，就。互我看着，迄当时，伊有数字就对啦。我做到迄是毋是讲介济啦，有是哦，就介合作。伊创好，我这创好了，伊嘛有请人到店嘞，开始请人到店嘞，就代志我无啥。即摆咱高雄啥物教法，教育嘛较平均嘞。我一个吴老师，刀啦、盖米嘞，咱真生意家，这盖啊、不盖，已经拢差不多啊，真好势。但这个书店情况，迄当时教育部，李庆华因仔转来，建学，你知国民党政府我係學台語喎，而家我國派或者咧啲數字小下，以教育部長，佢想要整合就整拖，加到政府，就政治哦，即個教育大伊政治要整合，整合伊嘛伊。現在迄當時我阿囝也是來啊，伊無講去做，伊了後創起了後，伊就開始辦即個叫做在地貢獻獎，團體辦落台地新聞，因為迄當時我書店還是大書店已經創，我個創一件物件，伊個人獎辦落我。當然辦幾下嘅，但是我大家跟你講，這是我感覺講我做台語咯，愈做會愈趣味，煞變做我嘅話爾。即擺來講就迄個台語都話，我較聽話。所以恁若漸漸較會先，你會當用台語為寫為發表，愈寫則越來愈趣，愈深。講遮就三個。然後開始進入分別啦。唔需要，唔需要用啊。有同感無？有愈來愈親切無？我講大家有感覺愈來愈親切無？了解。這數字話啦，你有你用嘛？這個數字話，我就以迄個學習解輕鬆數字話解輕鬆，到尾唔能夠做啥嘢。因為這個數字話。伊呢寫出來速度嘛，像伊呢老丁伊做台語嘅教授，伊嘛做愛台語，來找我，伊知影我有這個需求，來找我講，咱來創一個網站，意思啦，互人登錄一解，我要做這個，當太極就對。我講你台語免費。我以前當然有啦，你都愛錢，我就是講，安尼政府講安尼我袂可以，我袂錢哦，因為阮的信用是大人攏上嘅信用，互咱的，咱嘛一定講迄兩個社區，咱安尼才有意義啊，這是我的信用。我你若愛錢，我袂快樂，我就講你愛偌濟錢，我來付款，我信用來即係付款。總共70萬，伊分大概就70萬。迄當時大概70萬，就這樣子。這寫這個數字啊，當然佢安怎用伊本身經驗就好。伊這講契約書已經10幾年啦，已經過。
伊无做啊个。啊，但是咱国所为这是温习的时阵写，啊，落尾温体温人咧就写，啊，足侪人拢袂了解吼。啊，但是其实Microsoft 安尼做，只有世界人做啊。足侪公司伊内底足侪人拢用这写温体，啊，你这家你该温体的就都变来个升级温体，我怪费事，啊，我袂用。啊，所以其实迄当时就叫做我个虚拟模式，哦，还未update以前，哦，人就教我讲种虚拟模式，伊就是讲你单落来即个软体，你我迄个机后壁会走出讲，你即个软体是Windows写，你就交Windows，啊，你更新，伊就会用。啊，真侪人毋知影。哦，啊！伊你头食到个是啊，大家来问啊，这个因若每日会晓看这心理模式啊，尾啊，因为伊了这个资料啊写了，伊佫有下体亚夫写，所以亚夫写伊叫做亚夫产，亚夫。啊，伊个因为伊有甲我讲。伊教我摕较少钱，啊去读去较较好。啊，伊就咧移民去美国的时阵，美国食头路，美国食头路拢爱是推荐人嘛吼。哦，伊就问我讲是毋是来做推荐，我好啦。哦，伊个头家就较侪啦，甲讲30句。我到尾啊，问一句讲，你若想要搁请人，敢要搁请伊？讲 Why not? Yes。啊，伊就叫我来做过啊。伊个职业就叫我。我交到好朋友，他就讲拄着这困难的时候，我嘛无想着讲伊会安尼，讲歹电池你敢知？哦，伊我这对台语我真有感嘛，所以咱我讲我迄个上课你因刷着拢拄着这个贵词啦，会当解看咱这。所以咱照你装的时，你装规件规个变当拢。